今日呢條片呢係介紹同評價翻新四王機 ST27黑胡子會出嘅新卡，同埋片尾呢都會有翻個建議構築俾翻大家嘅。第一張島人嚟嘅，一 cos 1000弓1000鞭，效果起動兵一聽一次，咁可以還低自己個島啦。咁就如果自己個頭係黑胡團嘅話呢，呢個 turn 期間呢就會加4000弓。咁 KO 時呢就抽1嘅。我評價呢就係唔知有咩用啦，似係為出而出嘅卡嚟嘅。因為你前面呢基本上都係用 set 啦，同埋可能 set 毒 heal 嘅。咁再加上呢，其實呢你開島嘅時候呢已經要還低個島噶啦。咁如果你為咗佢而加攻咁set 少一個 turn 呢，我就覺得就好無謂嘅，或者我都唔會咁樣做。咁所以我會評價翻個 C 俾佢嘅。第二張呢就係黑胡嘅肥婆啦，一 cos 1000弓2000鞭嘅，效果起動兵呢張卡落凡啦。如果自己個頭喺黑胡團，咁就可以減對面一隻角色嘅一 cos 啦。咁 KO 時就係抽1嘅。咁呢兩個效果就唔係好出眾啦，因為其實減1就唔係好夠嘅，即係通常你台面都係槍手。咁如果你呢用埋呢張減1呢，加埋毒 heal 都淨係可以賺到8 cos 啊，賺到9 cos。咁喺我嘅眼中啦，咁佢唯一一個用途就係第3款嘅2000鞭啦。咁所以我會評個 B 加俾佢。第3張就係青字啦，咁6 cos 6000弓嘅1000鞭，效果係一個 block 卡，KO 時可以喺焚還拉一個5 cos 以下嘅黑胡團角色啦。咁呢張卡其實好強嘅，佢本身係一個 block 卡啦，咁可以擋1拳嘅，咁死咗仲可以拉人添。咁即係好似你平時毒 heal 槍手死咗，其實抽1已經好強啦。咁佢係一個進階版嚟添嘅，佢唔係抽1咁簡單，佢直接將你想要嗰張卡呢就登場翻添嘅。咁就可以賺到佢本身嗰個你拉出嚟嘅嗰隻怪 cos 啦，同埋你仲未計你係拉5蚊青字。咁如果去到自己回合呢，就可以再賺多一張 hand 咁樣嘅。咁你可以控制到最後1拳先擋啦，咁你又穩賺多一張手牌嘅。咁如果唔係最後1拳擋呢，都冇所謂嘅。咁你可以拉翻槍手或者拳手。咁呢張卡我可以話係呢唔蝕牌啦，又賺到 cos 嘅卡嚟嘅。講完優點就講缺點啦。佢係一個6 cos 冇抗性嘅卡啦。咁就始終呢就避唔到俾重力刀屠宰嘅命運。但整體上我覺得已經好強啦。咁我就會評價翻個 A 加俾佢嘅。第4張就係個肥仔巨人。4 cos 6000弓1000鞭嘅。效果啦，自己嘅頭啦係黑胡團嘅話呢，咁呢隻怪就可以攞 block 卡。自己每有4個焚嘅話呢，就會加1 cos 嘅。咁登場時跌一輕啦，咁就咁睇呢張卡嘅數值就好強嘅，4蚊6000有1000鞭咧，通常咧就係白板嚟嘅，咁而佢有效果啦，仲可以加 cos， 咁面對翻黑色或者藍色咧就有少少嘅抗性，但整體上咧，我覺得佢就唔係黑胡子想要嘅卡嚟嘅，咁就未必會落或者未必會落好多，始終佢定位都有啲奇怪，咁我就會評翻個 B 俾佢嘅。第5張啦就係黑胡子，7 cos 8000弓冇鞭嘅，效果起動兵咧就玩呢隻角色就可以將個3 cos 以下嘅角色 KO 時啦，可以喺焚咧任執一張黑色卡上手。我第一次見到呢張卡嘅時候咧就覺得好強啦 ，fucking strong 啦，黑胡子嘅 jet 嚟嘅。有呢張卡咧打藍子路飛可能就可以拉到去5開啦，因為佢啦再加合計2個槍手或者藍腳咧，其實就已經可以找到9 cos 嘅怪嘅。同埋佢本身咧 KO 咧就可以執翻自己嘅，基本上咧如果唔係熱火拳咧，佢就係一個永動機嚟嘅，所以我覺得呢張卡咧就強化得好恰當嘅。美中不足可能就係佢冇俾埋個抽1跌佢啦，同埋佢打藍子路飛以外嘅對局都唔係話到好勁，但整體上我都會話係好強啦，咁所以我就會評翻個 A 加俾佢嘅。以下落嚟呢，就係我嘅建議構築，會根據翻我自己個人嘅經驗同埋 OP11 嘅黑胡子構築去參考去砌出嚟嘅。而新卡啦，我就係落咗6蚊青字同埋7蚊黑胡子嘅。條片其實都有講過啦，6蚊青字咧係可以賺到手牌同埋 cos 嘅卡啦，再加埋佢係一個 blocker，咁你中盤咧就可以控制自己嘅血量，唔好跌落去咁危險嘅血線。所以我就會打滿4張。而黑胡子啦，7蚊黑胡子就係因為咧打藍子路飛以外嘅對局咧都未必會用到啊，或者本身其實本家嘅卡咧都夠做嘅啦，啲拳手啊嗰啲其實都已經夠做噶啦。再加上佢係7 cos 嘅卡啦，其實遊戲都進行咗幾個回合噶啦。如果唔斷 set 嘅話，其實都 set 咗幾次，上手嘅機會都大嘅，所以我就會打2嘅。呢個咧就係我嘅建議構築啦，分享翻俾大家嘅。如果大家中意呢一類型嘅片，不妨 like 呢條片，訂閱呢個頻道 ，share 埋俾你朋友睇，留言下你嘅睇法。追蹤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，多謝咁多位收看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